台中有一间在卖高级和牛烘肉店，互进前的员工亚讲，因这间店的牛肉实在拢过期啊。卫生局去调查了后，发现确实有影，不过业者是解释讲，这物件拢是要互员工做教育训练在使用的，不过呢，这物件其实是放伫使用区，所以卫生局即马讲会调查清楚。另外，伫苗栗有议员是对外亚讲，伊去素食店食饭，结果发现家蛇伫道边乱扫。台中市西屯这间讲是日本人经营的和牛烘肉店，互前员工甲台中市卫生局检举使用过期肉。食安处12去稽查，发现有8项商品过期，其中和牛肉过期3至5个月不等。业者紧急伫面册发声明讲，这是要互员工做教育训练使用的，而且甲要卖肉是分开保存。不过台中市卫生局表示，对店主的讲法真怀疑。它在使用当中嘛，在使用区里面就有存在，有些按照他的说法是放在这个它已经过期区了，但是我们还是认定它是所使用在这些过期的食品，所以我们还会依规定给予严惩。台中市卫生局表示，目前照食安法的规定，店主也无到停业的程度，目前嘛无查到业者有改票还是假报的行为，不过违规是事实。依照食安法的规定，会当罚代票6万块以上2亿以下的罚款，会伫查清楚了后一项处罚。苗栗原有食安问题，有议员伫连锁素食餐厅用餐的时阵，发现家蛇爬起餐盘。吃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看到有一只蟑螂小强爬到我的这个餐盘上面，一直在做舔食啊。那我当下看到这个状况，我就食欲尽失啊。共有38家餐饮业者，即日起，卫生局食品卫生科将进行实地辅导稽查。苗栗县卫生局15嘛派员去这间店头份美食广场稽查，要求业者进行相关的改善，若做复杂无过关，就会依照违反食安法来处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